歡迎你嚟到華人社區健康資源中心嘅網上課程。我哋今日嘅題目係生前意願。首先，我哋有陳鴻傑醫生，佢會為我哋講解一下填寫生前意願嘅重要性。生前意願咧，其實係一件法律嘅文件嚟嘅，一份法律嘅文件係有法律嘅效力嘅。佢咧係想你咧喺你未進入一個唔能夠溝通嘅狀態之前咧，講出你嘅意願嚇。所謂唔能夠溝通嘅狀態係乜嘢？一陣間咧，我會舉兩個例子俾大家聽嚇。你嘅意願咧可以係由一個代言人去負責講，亦都可以由你自己親自寫咗落嚟嚇，嚟到等將來咧可以應用嚇。我而家咧想講一個例子俾大家聽嚇。我有個病人嚇我當然改咗佢個名啦嚇，因為即係一個 privacy 嚇，所謂咧嚇一個保密嚇。佢叫黃生嚇，咁佢有一個太太嚇。黃生咧今年咧75歲，咁佢有個太太叫黃太啦，當然嚇。咁咧佢係74歲。黃生同黃太咧有一個仔嚇，個仔咧係40歲未到啦，有一個女嚇，個女咧亦都係45歲左右嚇。咁個仔咧就係做餐館嘅嚇，就喺埠仔咧開餐館嘅嚇，咁咧就好少翻嚟三藩市㗎啦。咁咧黃生同黃太咧就係同個女住埋同一間屋啦。咁有一日黃生咧喺度煮緊佢嘅晚餐，突然間咧個頭咧好痛嚇，咁就說時遲那時快啦嚇，唔夠1分鐘咧就暈咗啦，昏迷咗跌咗喺地下。咁黃太見到咧，哎呀救命啊救命啊！咁咧個女咧就喺樓上咧衝落嚟啦嚇。call 咗911嚇，做得好啱喎嚇，即刻 call 911嚇，911咧就嚟咗啦。咁咧就嗰啲所謂醫療人員咧就檢查咗黃生啦，就話佢要入醫院啦，因為咧佢昏迷喎嚇，咁一定要入醫院㗎啦。而且初步咧覺得佢可能中咗風啊嚇，去到醫院啦，咁就做咗電腦掃描啦，咁就證實咗咧中咗風啦嚇，而且咧就即係好大嘅中風嚇，個位置咧係面積好大。咁咧就入咗去深切治療部嚇，咁咧喺度觀察嚇，用咗適當嘅藥物。咁但係咧好可惜咧，就所有嘅藥物咧對佢都冇咩大嘅幫助。佢嘅病情咧一日一日比較差嚇，而且咧佢仲感染到肺炎嚇。咁咧佢就越嚟越氣喘啦喎嚇。黃生咧根本咧就昏迷嘅嚇，根本咧唔能夠食嘢，唔能夠講嘢嚇，亦都咧有一邊身咧完全咧係喐唔到㗎嚇，冇任何嘅動力嘅。肺炎咁佢咧就越嚟越氣促啦，發高燒嚇，到一個階段咧，佢咧嘅養分咧，就算醫生咧俾好多嘅氧氣俾佢啊，我哋俾好多氧氣俾佢啊，都唔能夠支撐到嚇佢嘅養分，而且個血壓咧慢慢咧係越嚟越低嚇，到一個情況咧係有危險嚇。咁於是咧我就同佢開家庭會議啦嚇，黃生個太太啦，黃太嚇佢個仔嚇，同埋咧佢個女嚇，3個人，我哋喺個房裏邊咧就討論咧黃生嘅病情。我同佢哋講話，而家嘅情況咧唔係咁樂觀啦嚇，因為咧黃生咧入咗院咧3天嚇，佢不但止冇任何嘅進步，佢仍然都係昏迷不醒嚇，而且咧佢仲患咗肺炎添嚇，而家嚇。佢可能咧要駁上人工呼吸機啦嚇，咁我解釋俾佢聽咩叫人工呼吸機嚇。人工呼吸機咧基本上咧就係醫生咧會插一條喉入去嚇佢個氣管嗰度嚇，然之後咧另外一端咧係駁上一架機器嚇，因為咧黃生到呢個時候咧已經唔能夠自己呼吸嚇，因為佢太疲累嚇，同埋佢養分太低，咁又嚟一個機器咧嚟到幫助佢呼吸。個機器咧每1分鐘咧可能泵12下至14下，咁佢個肺咧就會擴張嚇，咁佢得到咧係適當嘅養分，咁樣咧可以保持佢嘅生命。咁呢個過程咧，人工呼吸機呢個過程咧係痛苦嘅。點解咧？因為要插住一條喉入去嚇，嗰條喉咧好唔舒服㗎嚇。咁而且咧我同啲病人講過咧嚇，佢高呼過呢樣嘢之後咧，我同佢講過咧，佢話好恐懼嚇，因為咧
你係不由自主嘅嚇，個機咧突然間會泵起，你就個肺咧就會泵着，然之後咧個肺咧就會所謂輸翻啲氣出嚟。佢話係好恐懼嘅，因為呢啲嘢咧唔係你可以自主到嘅，唔係你可以控制到嘅，係部機器咧係控制你嘅嚇。所以咧我就解釋俾佢哋聽嚇，解釋佢俾佢仔聽啦，俾佢女聽啦當然啦係黃太啦，佢3個人咧都有聽得好清楚成個故事咁個女啦所謂黃小姐啦個反應就係佢話陳醫生，我哋唔想做任何嘢因為咧我爸爸咧已經75歲啦，而且咧生前咧佢曾經同我提過咧，佢唔想受咁多嘅痛苦，所以咧陳醫生，我要求你咧唔好駁上人工呼吸機如果可以嘅話，俾佢安然咁走。OK， 咁佢個仔一聽到呢番説話咧，好激動，佢話冇可能，我個爸爸只係75歲佢仲未滿足到佢嘅心願㗎，佢要睇佢嘅孫畢業㗎，我個仔未畢業，我點都要救佢無論如何，你同我駁上人工呼吸機，係啦。佢話佢未滿足佢嘅意願咁黃太又耷低個頭唔知講乜嘢，因為咧佢睇到咧佢個仔同佢個女咧有唔同嘅意思喎，而且喺度爭拗緊咁呢個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嚟嘅我見咗唔止一次㗎啦，我見到好多次當一家人咧越多仔女嘅時候咧，你唔會估得到咧佢哋嘅意見係咁分歧嘅。有啲仔女咧可能咧喺外州住，好日都唔嚟嘅，突然間佢出現佢嘅意見咧係講得仲大聲嘅所以咧呢個就係我哋要預先做好嘅生前意願嘅目的之一啦如果你唔想你唔喺度嘅時候，你嘅家人4分5裂爭拗不休嘅話咧，喺呢個時候你就要諗清楚做呢個意願啦呢個意願咧，有病人問我：簽呢個意願係咪等於安樂死啊？我絕對唔係唔係等於安樂死安樂死係咩嚟㗎？安樂死係另外一樣嘢嚟㗎，喺美國犯法㗎個病人話：你可唔可以同我安樂死？我話：梗係唔得啦我同你安樂死，我下一日我就要坐監㗎啦安樂死喺美國係犯法㗎，只係喺歐洲、荷蘭某一啲嘅國家可以實行安樂死。安樂死係打毒針即係話咧，醫生咧2位醫生如果同意之下咧，同個病人打毒針咧，等佢咧係即時死亡呢個咧唔等於安樂死。簽咗呢份咁嘅意願書，唔等於話醫生唔救你，絕對唔係醫生喺任何情況之下都唔可以謀殺一個病人㗎呢樣嘢係違法㗎，我哋即刻俾人哋釘牌㗎，我哋即刻要坐監㗎所以咧係呢個係個意願，即係話你想你嘅醫療去到邊度醫生依然都會救你。醫生救你救到咧，只係或者你嘅意願係話唔駁人工呼吸機，佢就唔駁人工呼吸機。你嘅意願話唔做心外壓，佢就唔做心外壓。其他譬如話打消炎針跳葡萄糖鹽水佢一樣照做佢唔會睇住你去死㗎咁所以咧呢個觀念咧，我一定要搞清楚咯再講另外一個例子咁呢個例子咧，可能咧大家都聽過可能咧如果你大家記憶好好嘅話咧，可能咧喺26台咧大概幾個禮拜前先聽過，有一個叫孫太太同阿孫先生因為咧佢哋已經即係上晒電視啦，我亦都唔需要將佢哋名字咧係保密啦佢哋咧揸住一個 van 翻屋企，6點零鐘喺 San Bruno Avenue 俾一架衝紅燈嘅車環腰咁撞埋嚟，一撞埋去咧就係孫生嗰個駕駛盤嗰度啦。孫生咧就即時昏迷咗啦因為咧佢俾佢撞到個腦孫太咧亦都喺一個碰撞期間咧係昏迷咗。咁後邊咧有一個小朋友，個小朋友咧係醒嘅個小朋友咧坐喺個卡士上面咁佢只係咧有多處嘅骨折啦咁你喺26台都睇到啦，孫太咧曾經上過電視啦好幾次
好可惜啦，因為佢哋都係好年青啦，諗都冇諗過咧要做一個叫做生前嘅意願書嚇。咁當然啦，孫生冇做到。孫生送到去三藩市總醫院嘅時候咧，係已經咧其實咧講真一句咧已經係死亡㗎啦，因為咧當 paramedics 911嚟到嘅時候咧係要差唔多超過20分鐘咧先至可以喺咧架車度咧係救翻佢出嚟。嗰陣時佢已經冇呼吸，唔識呼吸㗎嚇。去到三藩市總醫院咧，駁人工呼吸機，咁咧就駁咗好幾天嚇。咁醫院咧覺得咧呢個 case 咧根本咧係無望嘅嚇，因為個腦已經缺氧啦嚇，人嘅腦咧係唔可以缺氧多幾分鐘。咁壓力咧就開始嚟啦嚇，開始咧就同個家人講啦，李先生真係好不幸嚇，喺個車禍嗰度嚇已經腦受到嚴重嘅創傷嚇，而且咧事後嘅搶救咧亦都太遲嚇，咁咧佢已經缺氧。孫太咧就係一個所謂膠着嘅狀態嚇，大家明唔明點解啊？因為咧孫太一方面知道個事實係咁樣嚇，佢唔係好想佢先生繼續受呢個苦楚，但係另外一方面佢好怕做出呢個決定。因為佢哋兩夫婦從來都冇討論過呢個問題，佢有好多嘅內疚喺裏邊嚇。如果佢話好呢刻鐘我除咗部人工呼吸機，孫生就會走㗎啦嚇。咁咧，如果繼續咁落去嘅話，佢心裏邊好內疚，佢覺得可能佢呢個決定而導致到佢先生嘅死亡嚇。所以呢個係另外一個例子嚇。當孫太嚟到同我講嘅時候咧，我都唔敢同佢做任何嘅決定嚇。但係即係所謂命運就係命運啦嚇，終於咧孫生咧就感染到肺炎嚇，咁咧就即係所謂喺搶救無效之下咧，佢自己咧離開咗嚇。咁我覺得咧呢個咧其實可能係一個即係不幸中嘅好好嘅終結啦嚇。但係咧有陣時候咧事實咧唔係每一次咧都有咁好嘅終結嚇，所以我哋再諗翻嚇。呢個生前意願呢個重要性呢，就喺呢一度嚇。我哋聽完陳鴻傑醫生為我哋解釋填寫生前意願嘅重要性之後，我哋一齊嚟睇下點樣填呢一份生前意願嘅表格啊！喺我哋學點樣填寫呢份生前意願嘅表格之前呢，我哋要去到華人社區健康資源中心嗰度下載呢一份嘅表格。我哋中心嘅網址呢，就係 cchrchealth.org。入到嚟之後，響左手邊呢一度可以選擇你想要嘅語言，包括簡體中文、繁體中文或者英文。咁我哋而家就選擇繁體中文。之後可以喺上邊呢個菜單度選擇健康資訊。喺子菜單呢度選擇健康教育資料，跟住落到嚟下邊呢，就選擇生前意願。喺生前意願呢度，你會見到有一份叫做簡易生前意願，咁我哋選擇繁體中文。入到嚟呢一度，你會發現呢份表格係有中文同埋英文嘅。呢個咧係能夠方便你同你親戚朋友同埋醫生律師一齊去商討呢一份嘅文件嘅。咁我哋落到嚟下邊呢，呢一個就係中文嘅第一頁啦。呢一份生前意願書係能夠幫助你事前表達你喺病重嘅時間希望得到邊一種嘅醫療服務。呢一份生前意願書總共有3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係選擇一位醫療代理人。第二個部分係你自己做一啲嘅醫療決定，第3部分就係簽署呢份嘅指示書，呢個係好重要嘅，因為如果你唔簽署嘅時間呢，呢份指示書係唔會生效嘅。我哋落到嚟中文嘅第2頁，當你填妥咗呢個嘅生前意願書之後呢，你會點樣去處理呢？我哋就會提議你起碼俾一份你嘅醫生，俾一份你嘅醫療代理人，同埋你自己呢，就有一份嘅副本，或者你甚至乎可以俾你嘅護士或者你嘅社工嘅。
咁你可能會問，我填完呢份生前意願書之後，我想改變主意，做一啲嘅修改，咁樣點辦呢？咁咧，你其實可以隨時作修改嘅。當你修改完之後咧，你擺翻最新嘅日期落呢份嘅表格裏邊，跟住咧就將最新嘅副本交俾你嘅醫生，交俾你嘅醫療代理人，同埋一份俾你自己作留本，咁就得㗎啦。咁當需要用到你呢一份嘅生前意願書嘅時候咧，佢哋就會睇翻你最新修改咗嗰份嘅副本就得㗎啦。咁如果你對呢一份生前意願書有疑問嘅時候咧，咁你可以問你嘅醫生、護士、社工人員、醫療代理人、家人或者朋友，可以佢哋為你解答。你亦都可以同我哋華人社區健康資源中心聯絡，電話係677-2473。如果你喺呢本生前意願嘅表格裏邊冇揾到你想要嘅醫療決定嘅時候，咁咧你就可以用另外一張紙寫上你嘅意願，寫好之後咧就同呢份意願書放埋一齊，咁之後亦都同你嘅醫護人員再加埋你嘅代理人一齊去商討附件嘅內容就得㗎啦。嚟到第3頁咧，就係呢份生前意願書嘅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就係選擇你嘅醫療代理人。醫療代理人需要合乎以下嘅資格，佢需要係年滿18歲，非常嘅了解你，有需要嘅時間可以聯絡到你，你係需要信任佢可以為你作最好嘅決定。呢個代理人亦都需要能夠話俾醫生聽你喺指示書之中所做嘅決定。但係你嘅醫療代理人唔可以係你嘅醫生、醫院或者診所裏邊嘅工作人員，除非佢哋係你嘅家人。如果你冇選擇嘅醫療代理人，咁會發生咩狀況呢？當你病重嘅時候，唔能夠自己作決定嘅時候，醫生會請你最親嘅屋企人為你做決定。如果你希望由家屬以外嘅人為你做代理人嘅時候咧，就必須將佢嘅名放喺呢份指示書裏邊。咁你可能會問，你嘅醫療代理人可以為你做啲乜嘢嘅決定呢？呢個嘅代理人佢可以為你同意、拒絕、改變、停止、選擇以下呢幾樣嘢嘅，就係醫生、護士同埋社工、醫院或者診所、藥物或者檢測，點樣處理你嘅遺體同埋器官。你嘅醫療代理人亦都可以幫你作以下嘅決定，例如係維持生命嘅治療、嘗試延長你生命嘅治療方法，係有心肺復甦法、呼吸輔助器、洗腎、餵食管、輸血、做外科手術，即係開刀同埋藥物。呢個嘅醫療代理人亦都可以幫你作決定關於生命末期嘅服務，例如邀請宗教嘅輔導員到場，決定喺屋企或者喺醫院離世。嚟到第5頁咧，就需要填寫一啲關於你醫療代理人嘅資料。喺呢一度你可以填寫2個醫療代理人。第一部分所填寫嘅醫療代理人資料咧，就係你最想揾嘅代理人。假如喺你需要嘅時候，醫院聯絡唔到第一位嘅醫療代理人嘅時候咧，佢就會聯絡下邊填寫嘅第2位醫療代理人嘅。咁需要填寫嘅係包括佢嘅名啦、佢嘅地址啦、佢屋企嘅電話號碼同埋工作嘅電話號碼嘅。嚟到下邊呢一度咧，就請你選擇是但一項。第一項咧就係我嘅醫療代理人而家可以代替我做決定，或者你可以選擇你嘅醫療代理人只有喺你無法自己做決定嘅時候咧，先至替你做決定嘅。嚟到呢份生前意願嘅表格第2部分咧，就係你自己可以做一啲醫療照顧嘅選擇。咁樣填寫呢一部分咧，就可以幫助你嘅醫護人員同埋親友咧，佢哋唔需要去猜度你嘅想法。嗱，呢度佢就會問到，請你思考點樣先至係令你活得更有意義。
請你喺同意嘅地方畫上一個交叉。第一，只有當你能夠做到以下嘅事情嘅時候，你先至值得活下去。第一個係能與屋企人或者朋友交談。第二個喺昏迷之中甦醒。第三個可以自己進食、洗澡或者照顧自己。第四個冇痛楚。第五個唔需要依賴機器維生。第六個係唔肯定。喺呢一度咧，你可以選擇多過一個嘅選擇嘅。喺下邊呢一項咧，就係話你無論病得幾嚴重，都係值得你活下去嘅。下一題就係喺你臨終嘅時候咧，你一定要喺屋企啊，喺醫院啦，抑或你唔確定咧？請你選擇其中之一個。再喺下邊呢條問題就係話，宗教嘅信仰對你好重要嗎？請你填寫很重要或者不重要，是但一個。再喺下一題就提到醫生應該知道有關你宗教或者信仰嘅事宜。喺呢度你可以填寫你信奉一啲乜嘢嘅宗教，或者你想用乜嘢嘅宗教儀式。我哋嚟到中文嘅第7頁，呢度係維持生命治療，係要試住保持你嘅生命，包括咧係使用心肺復甦法、呼吸器、餵食管、洗腎、輸血或者用藥物等嘅方法。咁你就要決定，如果喺你病危嘅時候可能要離世，咁你會選擇邊幾樣方法呢？第一樣就係請用醫生認為可能有幫助嘅全部維持生命治療嘅方法。如果治療係冇效果，同埋病情好轉嘅機會好微小嘅時候咧，你仍然係想要維持生命嘅機器。第二個選擇咧就係請用醫生認為可能有幫助嘅全部維生治療方法。如果治療冇效果，而且病情好轉嘅機會好細，你就唔想依賴維持生命嘅機器。第三個選擇咧就係你希望醫生使用所有希望能夠幫助你維持生命嘅治療方法，但係唔想選擇以下某幾種嘅醫療項目，例如心肺復甦法、洗腎、呼吸輔助器、餵食管、輸血、藥物或者其他治療方法。第四樣就係我唔要任何維持生命嘅治療法。第六樣就係我希望由我嘅醫療代理人幫我做決定。第六樣我唔確定。咁喺呢一頁裏邊呢，你係需要選擇一個嘅方法。第8頁係醫生會問你係咪願意去世咗之後捐贈你嘅器官同埋解剖你嘅遺體嘅。請你話俾我哋聽你嘅意願。第一題就講到捐贈器官咧係可以救活別人嘅。咁如果你係願意捐贈你嘅器官嘅時候咧，請就喺第一格嗰度打個交叉。你或者可以選擇捐任何嘅器官，或者你可以選擇只係捐贈某一部分嘅器官，或者你可以喺呢一度選擇你唔願意捐贈你嘅器官。或者你可以選擇由你嘅醫療代理人代你做決定，或者當你未肯定嘅時候，你亦都可以選擇呢一度。第二題就係問你解剖遺體可以確定死因，用外科手術去解剖可能需要幾日嘅時間。如果你係願意去解剖遺體嘅，請你選擇呢一度。如果你唔願意嘅時候，請你選擇呢一度。或者你可以選擇當你嘅死因有疑問嘅時候咧，先至去解剖遺體，或者你嘅醫療代理人可以代你作決定，或者你未肯定你嘅決定係乜嘢。喺呢個空白嘅地方咧，你可以選擇有關遺體嘅處理，你希望醫生注意啲乜嘢嘅事項咧？例如你係某一啲嘅宗教，可能有某一啲嘅儀式，你係需要我哋去注意嘅。嚟到第9頁，亦都係好重要嘅一個部分，就係你喺呢個嘅生前意願指示書上邊簽名。要呢一份嘅生前意願指示書生效咧，你係必須要喺呢度簽名嘅，亦都需要有2個見證人去見證你簽名。
如果係冇見證人嘅時候呢，你可以請公證人作證。公證人嘅職責呢係確定呢個指示書係由你本人簽署。請喺呢個位置簽上你嘅名，亦都寫上今日嘅日期，跟住喺下邊去用正楷寫你嘅名同埋寫你嘅姓，再喺下邊寫上你嘅地址。咁揾見證人呢，亦都有幾個條件嘅。見證人呢係需要年滿18歲，係認識你嘅。同埋佢哋兩位呢都要親眼睇到你喺呢一份指示書上邊簽名。見證人唔可以係你嘅醫療代理人，佢唔可以係你嘅醫護人員，亦都唔可以喺你嘅醫療服務單位裏邊工作，亦都唔可以喺你居住嘅地方工作。如果你喺療養院住嘅時候呢，我哋一陣間會提到嘅做法係啲乜嘢？而且一位見證人唔可能同你有任何嘅親屬關係，或者佢喺你去世之後得到財務上嘅利益。我哋嚟到第10頁，請你嘅見證人簽名同埋寫低今日嘅日期，喺呢度寫低你嘅名字，亦都證明呢個嘅見證人係合乎資格。呢度係填寫第一位見證人嘅資料。呢度係填寫第2位見證人嘅資料。當你填妥咗呢份嘅指示書之後呢，請你影印幾個嘅副本，交俾你嘅醫生，交俾你嘅醫療代理人，同埋你自己可以保存一個嘅副本。當你揾唔到2位嘅見證人嘅時候呢，你先至需要帶呢一份嘅指示書去請公證人為你做保證。你需要帶同你嘅照片同埋證件去公證所嗰度請公證人為你簽名。而響呢一份表格最後一頁第12頁裏邊呢，就係如果你係住喺療養院嘅時候呢，你就要將呢一份嘅指示書交俾你療養院嘅主管。加州法例亦都規定，如果事前指示書嘅填寫人係居住喺療養院嘅人嘅時候呢，指示書嘅見證人之一必須要係療養院嘅監察員。咁呢位監察員喺以下呢個地方呢，就可以填寫佢嘅資料。